非農啦、失業率，跟住咧就平均時薪，呢3點咧都係非常之好炒嘅。我會打一個貨幣輪廓，你會見到咧就係日 yen 咧喺最近呢個禮拜咧係有明顯嘅升幅嘅。咁以上嘅影響咧，我相信咧嚟緊會持續。咁亦都咁樣講句啦，日 yen 有機會咧可能未來咧就再創新高。嗱，呢個咧就係一個嘅個人分析嘅啫。咁我自己做咗啲咩操作咧？我自己咧就喺呢個位置，特朗普宣布關稅之後咧145左右，咁我就將我啲美元現金咧全部咧 sell 咗美元，帶咗日 yen 喺呢個位 sell 嘅。我估計咧佢應該繼續向下跌嘅。對上一次咧特朗普當選，咁4年嗰個任期啦，依家25年，呢個2018年喺呢度。上一次特朗普任期咧大概係呢個位，呢個咧係特朗普第一任期，依家咧係去咗第二任期喺呢度，呢個係第二任。咁第一任期嘅時候咧，日 yen 咧嗰陣時咧升值去呢個位置，嗱我拉個中位數啦，咁大概咧係112美元換112蚊嘅日 yen 嘅，依家咧係1美元咧換呢個142蚊，咁即係話美元係升值咗好多啊，咁而日 yen 相對之下貶值。